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obert。今次我就介紹環島中港通嘅酒店套票，入住嘅係位於深圳嘅光明美爵酒店啊。佢哋嘅酒店房間裝修豪華，而且空間都係非常大，係一間5星級嘅酒店嚟㗎。而且酒店裡面嘅設施都係相當齊全。套票會包埋豐富嘅海鮮自助晚餐，當然仲會有自助早餐提供啦。食物種類多，而且都係好豐富㗎。除咗凍海鮮、日式刺身、燒烤生蠔之外，仲可以食火鍋打邊爐添。食材豐富之餘，而且多樣化。套票價錢人均500零蚊就可以玩2日1夜，而且酒店附近都係非常旺，隔離就係萬達廣場啦。按摩、唱 K、吃喝玩樂附近都係一應俱全㗎。咁我哋就事不宜遲啦 ，Let's go 去片。大家好，我係 Robert， 我而家就身處於荃灣嘅德海街啊。今次呢，我就嚟到環島中港通購買咗佢哋嘅酒店套票。環島中港通除咗過境巴士之外，佢哋仲有做唔同地方嘅酒店套票㗎，而且套票嘅價錢都係幾實惠下㗎。今次我 book 嘅就係人均570蚊嘅自助晚餐套餐，大家要注意嘅就係呢個套餐係周5、周6限定嘅，因為佢哋嘅自助餐每星期只有2晚嘅啫。其他嘅套餐大家可以參考翻以上嘅圖片，而且佢哋嘅上車點港九新界都有㗎，唔同地方唔同時段出發都係好方便㗎。購買套票可以直接到環島中港通門市購買，又或者可以打電話去佢哋嘅客戶服務熱線查詢，微信掃上面嘅 QR code。添加佢哋嘅群組都可以㗎。今次我就乘坐環島中港通9點15分嘅班車，9點15分夠鐘巴士就準時出發。我哋就會嚟到深圳灣口岸過關，過咗關之後就嚟到567號車位嘅位置啊。嚟到呢度就揾翻去光明美爵酒店嘅巴士。記緊要問職員啊，千祈唔好上錯車啊。喺荃灣就可以直接嚟到酒店門口啦。整個車程大約1個半小時。香港過境巴士直達非常之方便，好快我就嚟到前面嘅光明美爵酒店。酒店門前就設有勒杜鵑嘅雕塑，就連酒店門口都係勒杜鵑嘅花紋圖案。入到嚟酒店大堂，感覺空間都係好大㗎。最吸引我眼球嘅就係牆上嘅勒杜鵑圖案啊，非常之有藝術嘅氛圍。酒店大堂旁邊就設有多張舒服嘅梳化，整個環境裝修感覺都係相當之唔錯。旁邊亦都設有水吧嘅位置，買杯嘢飲坐喺度嘆下周圍嘅環境都係好寫意。前面呢度就係酒店 reception 嘅位置。光明美爵酒店都係一間5星級嘅酒店，所以佢哋係一間好有實力嘅酒店嚟㗎。上到嚟酒店客房嘅樓層燈光好柔和，係商務型酒店嘅設計啊，入到嚟感覺都好舒服。今次我哋入住嘅係1330室啊，當然入去做翻個酒店房開箱啦。哇！入到嚟房間裝修好靚啊，好有空間感啊！地下全部都係用上咗木嘅地板，不過雙床房2張床都幾大下嘅。就喺床隔離呢，就設有梳化，落地大玻璃都係城景嘅景觀啊！裝修都係用上咗時尚同埋現代化嘅設計風格，設有工作台同埋座椅，而且仲可以睇到香港嘅電視台添。酒店方面提供電熱水煲啦、茶具啦，仲有2支水提供。另外亦都會有咖啡粉同埋茶包嘅，亦都設有迷你嘅雪櫃，裡面有啲飲品我哋都可以享用。酒店房空間感好夠啊，入到嚟感覺都好舒服。洗手間嘅位置呢，就設有浴缸啦，好大塊嘅梳妝鏡啦。夜晚行完街返嚟浸下浴都係好唔錯嘅享受。2個嘅洗手盆啊，基本嘅梳洗用品都有提供。座廁同淋浴間都係乾濕分離嘅設計，而且座廁都係用上咗智能嘅馬桶。洗手間環境都係乾淨企理同埋衛生。最估唔到佢哋都設有衣帽間嘅位置㗎，會提供浴袍啦同埋一次性嘅拖鞋嘅。喺酒店設有大型嘅健身室，見到成間房擺滿晒健身設備，淨係跑步機都有成排咁多啊！我哋所有嘅住客都可以隨時過嚟玩，有興趣健身嘅朋友仔就啱晒啦。
健身室空間都係幾大嘅，仲設有拳擊嘅區域。就喺健身室隔離就係洗衣房，裡面設有多部嘅洗衣機，燙斗、燙衫板都係好齊全。最估唔到佢哋嘅老闆設計都幾有心思㗎喎，其中4層就設有藝術嘅走廊。嚟到呢邊我哋都可以欣賞到唔同嘅藝術品。一場嚟到我哋就參觀下呢度唔同房型嘅房間啦。而家見到呢間就係佢哋嘅親子房間嚟㗎，床上邊就可以俾小朋友玩，大樹形狀嘅斜滑梯佢哋都有啊。窗邊位置就設計成榻榻米，洗手間裏邊仲設有大浴缸添，朗口杯、牙膏、牙刷都係啲得意圖案嘅公仔嚟，連小朋友坐廁都有，相當貼心。呢度就係另一主題嘅親子房間啊。房間設計成北極嘅環境，放有可愛嘅毛公仔，仲有啲北極嘅細屋仔啊。想升級嘅呢度亦都有豪華嘅套房，會設有客廳同埋房間，仲會設有2個嘅洗手間，係1房1廳嘅設計啊，環境都係相當之唔錯㗎。想唔想知佢哋嘅總統套房係點呢？總統套房嘅客廳啊，都係非常之大嘅，會設有呢啲舒服嘅梳化。喺廳隔離呢，就係一間書房嚟嘅，環境都係相當之唔錯。主人房間啊，風景都係好開揚㗎。想升級呢度嘅總統套房，大家都可以向酒店查詢一下。時間到咗6點鐘啊，自助晚餐時間，我哋就去咗酒店嘅餐廳。自助餐嘅餐廳環境都係好唔錯㗎，全部都係落地大玻璃，採光度十足，而且佢哋嘅座位都係幾闊落，坐得都幾舒服。每張台都設有一個火鍋打邊爐㗎。冇錯啦，呢度係有得食火鍋。好，首先睇下有咩食先。呢邊呢就係凍海鮮嘅位置啊。見到呢邊有啲蜆啦，隔離呢就有啲凍蝦。呢度呢就係刺身巴嘅位置啊。咁見到有啲素鮑魚啦、鯛魚啦、希靈魚啦、吞拿魚、三文魚都有。呢度都有得打邊爐啦，所以呢就有啲打邊爐食火鍋嘅配料啊。見到有唔同種類嘅蔬菜。隔離有啲蟲草花啦、豬紅啦、粟米啦、平菇、冬菇、木耳嗰啲都有，薯仔片、蓮藕片、萵筍同埋呢啲菇。隔離呢仲有啲油炸鬼啊！食火鍋當然唔少得火鍋嘅醬料啦，醬料款式都有好多嘅。呢邊有啲烤榴蓮啦，有春卷啦、披薩同埋有啲綠茶佛餅。見到有4款嘅芝士選擇啦，冷肉拼盤啊，見到有啲煙鴿胸啦，有啲肉腸嗰啲啦，煙雞胸都有。另外火鍋配料仲有啲冰鮮嘅九節蝦、黃骨魚啦、扇貝肉啦、鴨腳啦、豬潤、鵝腸、鴨腸、魷魚，有啲牛蛙、牛魚鱔片，有啲魚柳啊、狗肚魚啊、蜆肉嗰啲都有啦。呢邊呢啲全部都係火鍋嘅配料嚟嘅。另外呢邊就有唔同款式嘅壽司選擇，鰻魚壽司、蟹柳壽司、中華沙律壽司，有唔同款式嘅沙律菜同埋醬汁，亦都有各式各樣嘅沙律啊！見到賣相都係好唔錯嘅。水果區嘅位置啦，見到有桔仔啦、芒果啦、西瓜、橙、火龍果嗰啲都有㗎啦，有多款嘅選擇。打邊爐點少得牛肉啊，有啲鮮切嘅牛肉啦，望落去色澤都係好新鮮嘅。到呢度有紅酒、白酒、氣泡酒都係任飲嘅喎，有啲果茶啦、蘋果汁、檸檬汁同埋山楂汁。呢邊有即磨嘅咖啡機啦，全部啲凍嘅汽水啊，凍嘅罐裝汽水都可以任攞任飲。見到有個大雪櫃啊，有多款汽水任飲嘅，有多款嘅罐裝啤酒啦，有青島啦、喜力啦，仲有下面呢啲菠蘿啤嗰啲都會有㗎啦。雪糕有4款口味，小朋友最愛。仲有呢邊俾小朋友玩嘅遊樂設施啊，咁呢家長可以帶埋小朋友過嚟呢邊，一邊食飯又可以陪住小朋友玩。呢啲就係朱古力噴泉啦，隔離有啲棉花糖同埋提子。煎扒區嘅位置見到有雞扒、豬扒啦。羊架、生蠔嗰啲都會有嘅。另外魚都有唔同嘅選擇嘅，有多春魚啊、小黃魚啊、其他嘅魚啊，咁有啲串燒啦。粉麵區嘅位置啦，有唔同嘅蔬菜同埋粉麵嘅選擇。燉湯方面有茶樹菇烏雞湯啊，今日炒飯、肉醬意粉、真菇牛肉粒、白切雞。哇，東坡肉賣相都幾靚仔下喎。豉汁炒海鮮啊，川味水煮魚，呢個就係咖喱雞、蘿蔔牛腩。湯方面會有冬陰功湯，另外仲有養生小米粥添。
見到櫃裏面有啲精緻嘅蛋糕啊，下面呢嗰啲就係朱古力蛋糕啦，有一個 cake 啦。呢邊有啲毛肚啦，同埋呢啲肥牛卷啊，望落去色澤都唔錯喎。哇！呢邊師傅就烤緊啲生蠔啊，蒜蓉烤生蠔啊，呢啲好香啊，聞到。煎緊啲串燒啦、雞扒、羊扒嗰啲都煎緊啊。隔離仲有啲麻辣燙啊，中意食辣就啱晒啦。係啦，餐廳裏面呢仲有駐場歌手嘅表演，可以一邊聽好歌一邊品嚐美食。食到半路中途啊，每人仲會有一種佛跳牆添。見到裏面嘅材料都幾多㗎。最正嘅呢，佢哋仲有得食火鍋啊，裏邊有各種類型新鮮嘅食材。日式嘅刺身當然唔少得啦，色澤都唔錯喎。咁咧喺酒店隔離呢，就係萬達廣場嘅2號入口啦。酒店隔離就係萬達廣場，行街 shopping 吃喝玩樂都係好方便㗎。萬達廣場裏面嘅鋪頭全部都開齊晒啊，設有各種各樣嘅時裝店，亦都會有唔同品牌嘅運動用品店。樓上仲有 IMAX 大影院，簡直係吃喝玩樂一應俱全啊！喺地牢位置就設有興勤大型超市，整間超市面積都係相當之大㗎。無論生活用品、新鮮水果、啤酒、汽水、零食、糧油雜貨一應俱全。嚟到呢邊，我哋仲可以順便掃貨返香港添。萬達廣場3樓行出天橋就係鳳凰城站啊，穿過鳳凰城站行過天橋就係藍鯨世界商場。咁近嘅距離就設有2個大型商場啦，附近按摩店、美容店、餐廳都係一應俱全㗎。藍鯨世界商場都係綜合性嘅商場，面積相當大，大人細路都啱行，簡直係吃喝玩樂一應俱全。第二朝早我哋就嚟到酒店餐廳食自助早餐啦，都係套票包埋嘅。門口位置就有多款嘅西式餐包啦，都有好多嘅選擇，有啲法包啦、方包啦，同埋多士機都有。呢邊就有油炸鬼啦、春卷啦、薯餅啦，仲有綠茶餅啊，即煎嘅芋頭糕、黃金糕、生煎包都有啊。雞蛋方面有太陽蛋啦，同埋荷包蛋嘅選擇。當然設有粉麵檔嘅區域啦。會有唔同嘅菜同埋粉麵啦，餸方面有肉末啦，同埋蘿蔔牛腩啊，仲有呢啲貢丸啊、牛丸嗰啲都有可以選擇嘅。有養生嘅土豆山藥同埋番薯、番茄扒、咖喱雞、扒蘑菇、雞扒、烤培根、烤腸仔、炒飯、炒麵都有。西蘭花炒牛肉、蓮藕片炒魚餅、烚雞蛋、蒸粟米。另外呢邊就有啲蒸點心啊，哇！連蝦餃嗰啲都有喎，仲有唔同嘅中式蒸包點。呢度就有珍珠雞啦，有啲蒸餃嘅。淨係粥方面都有4款啊，見到有白粥啦、小米粥啦、生蠔粥同埋燕麥粥都有。健康物片方面就有3款。飲品方面有豆漿啦、牛奶同埋紅茶，亦都會有即磨咖啡機嘅選擇。雪櫃裏面仍然都有呢啲蛋糕仔嘅提供嘅。玩盤方面有煙鴨胸、煙雞胸、腸仔，有幾款口味嘅芝士，亦都會有沙律區嘅位置，有唔同嘅沙律菜同埋醬料。水果嘅選擇都有好多，色澤都好新鮮。咁娛樂方面呢，見到佢有3款嘅口味嘅。呢邊有啲涼拌菜啦，隔離呢就有啲果汁嘅。自助早餐菜品嘅選擇都有好多，而且都係好豐富。最後我就覺得光明美爵酒店嘅套票真係好唔錯，人均500零蚊就可以過嚟玩2日1夜，價錢都係相當超值啊！可以入住豪華嘅客房，亦都包埋豐富嘅海鮮自助晚餐同埋自助早餐。香港直達嘅來回車票，由香港送到你去酒店門口，非常之方便。附近又有2個大型商場，萬達廣場同藍鯨世界，簡直係吃喝玩樂一應俱全啊！過嚟輕輕鬆鬆玩2日1夜都係好唔錯，係非常之值得推薦俾大家。好，呢條片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，請訂閱、讚好同分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